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翻嚟 Chit Chat Central 啊！上週我哋講過中美港嘅麥當勞早餐啊，今日咧就進一步深入睇下正餐、小食、甜品邊度最有創意，邊個國家嘅餐牌最特別啦！嗱，一齊嚟咯嚇！呢個中美港麥當勞正餐大比拼啊！首先就講中國嘅，中國嘅麥當勞咧係好有中國 feel 嘅，即係中國味啦。嗱，佢有麻辣雞腿漢堡啦、川香炸雞翼啦，仲有飯盒類嘅主食，例如黑椒牛肉飯、雞腿飯，配湯又配飲品，好似便當咁樣㗎。嗱，飲品方面佢仲有涼茶、黃瓜汽水啊，甜品咧有紅豆批、綠茶新味，甚至有榴蓮味嘅新地，問你敢唔敢試？嗱，仲唔止添喎，佢逢新年啊、過年過節都有啲福寶啊，即係春節啊、農曆新年嗰啲啊，中秋月餅盒，勁有中國 feel 㗎。香港方面咧，佢有好多本地文化嘅 fusion 產品，例如芝士茄汁漢堡啊、午餐肉漢堡啊、shake shake 薯條啊，有紫菜味、黑椒味啊。飲品方面有凍鴛鴦啊、奶茶啊，仲有麥咖啡供應嘅蘋果茶啊、鮮奶咖啡啊。甜品方面咧，就最受歡迎當然係楊枝甘露新地啦、紫薯批啊、奶茶新地啊，真係好港式嘅呢樣嘢。香港咧，全日咧都供應早餐嘅地方。咁你幾時中午都可以食個火腿通粉，係冇問題嘅。至於美國方面啦嚇，咁一定係啲經典嘅嘢嚟嘅啫，佢係 Big Mac 啊、Quarter Pounder 啊，都係啲永遠不敗嘅作品嚟嘅。仲有啲 Double Cheeseburger 啊、McDouble 啊，呢啲高卡路里嘅首選啦。雞肉方面咧，當然有 McStrip 啦，啊新出嚟嘅炸雞三文治啦。甜品都有嗰啲McFlurry 啊、Oreo 嗰啲嘢。熱嘅蘋果批啊，仲有好多士多啤梨朱古力奶昔之類咁嘅嘢啊嚇。咁啊最有特色咧就係乜嘢咧？美國嗰啲免費 refill 啊，講飲品啊，我講飲品汽水咋，唔係講嗰個包啊。Drive-thru 同 app 咧就超方便嘅，所以喺美國方嗰度咧，佢嘅麥當勞個 app 咧成個都優惠嘅。如果用價錢嚟比啊，點樣咧？嗱，中國嘅套餐咧，麥當勞套餐啊，平均係28蚊至35蚊人民幣左右。大約香港幣30蚊到啦嚇，香港咧就大約45蚊到60蚊港紙。美國係最貴㗎啦，一個套餐咧就起碼係8蚊到12蚊左右，即係大約港幣60至90蚊左右啦嚇。咁啊份量方面，美國就肯定最大㗎啦，中國嗰啲就偏細。咁啊，但係咧香港咧就最細份，但係佢勝在多選擇嘅。整體嚟講啦，嗱，中國咧就注重創新同埋有本地化，香港咧就主要係融入咗茶餐廳嘅文化。嗱，美國咧呢樣嘢就堅守經典，大大份，滿足你嘅需要。咁你睇下啦，你最想試下邊個國家麥當勞咧？留言話俾我知，你食過邊一款最特別，或者你覺得香港應該引入邊啲美國菜單，或者美國引入邊一類型嘅亞洲菜單咧？like 咗條片未？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 Chit Chat Central，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